为什么我们总是在期待给这个世界留下点什么，好像一定要当上主角才算成功？我觉得无所事事也是非常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因为我是在认真观察这个世界。做主角的时候看似自由，但你的价值来源于被别人看见，所以你一辈子都在追逐别人的认可。只有做观众的时候才是真正有主体性的，因为我要做的只是看见这个世界。主角的价值在于推动故事发生，而我是观众，我只需要完整的看完故事就可以了。我也不用承担改造世界的任务，我只要拥抱这个世界就可以了。我在公园里发呆，我在观察风吹动树叶的节奏，阳光从缝隙里洒落下来的光影，时而清脆，时而低沉的鸟叫虫鸣。所以妹妹，人生没有意义，唯一的意义也许只存在于承担人生无意义的勇气。